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乐乐嘅节目。第你家乡亲朋友吼，都不下看电视，该错该碰人，错久的时间，系咪知道？对人两边有点算远，系冇是绕过一条算远，系冇是你送办感应吼，头天打天哦打贵你咪知道哇，贵姓美咪知道冇送送，系冇是咪知道哇，该送办吼，该压力动态吼，该时间是久吼，感觉性干条。免你讲动送送吼，基本上大家咧少解系，你讲保健室、性保健室，你系嘛解咧？家家咧分享你今解内边其实系你中华武艺交流国际发展总会嘅苏润好欣赏分享。好，今晡日请欢喜来到客家天师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永和，新竹冠姓音。欢迎老师，信上系信州冠系人啊，糖他昨天糖到一些些，昨天糖也是一些些，怎么？做的，你讲讲给时间就平常很少讲。嘿呐。对，不过这样很棒啊！你看，你今晡日来都鸦片，就是走重拾你对这个客家话的熟悉感。这样讲，爸爸妈妈是讲客家话对吧？有爸爸妈妈有讲。好，那之前是因为后来到台北就比较少接触了，对不对？是有15岁出来周岁啦。哦，出来周岁。老师一直说，他讲发功都唔好，我觉得讲得很好啊，老师。对，老师其实是身心保健师、性保健师，哈，已经10几年了，对吗？有啊。好，你看到泰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说心理医生，对不对？复健师，黑某就会欣赏。不过泰卡轻少会谈到身心保健师，就性保健师。老师，你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是什么？是哦，这个就是我本身专业是在这个经络保健啊、物理运动啊，还有在修炼一些正向心理学。对。然后以前是做整复推拿啦，对，一对一的推拿。是。那这几年就是在这些社区啊、关怀据点啊、学校农会跟教师研习做一些身体的保健，教大家如何去缓解自己的酸痛。对。然后维持一个好的身体。对。然后这几年都在社区的关怀照顾据点去教老人家一些健康促进，是传递一些好的健康知识给大家。好，我们的老师青黑伞看起来没青黑伞，不过几周要有19年，而且现在都在社区里面游走，跟很多的老人家互动。其实我觉得老师讲的算是说我们就是让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好的保健，对不对？好，不管是推拿也好，经络也好，不过老师还是很注重心理，对不对？是身心的健康，因为心理会影响生理，对不对？所以老师你也会有一些课程内容嘛？有。好，比如你讲很用一个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就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做一些身体的打击跟一些对话。真的去互动。好特别哦。身体的对话，黑嘛意思？就是比如说，一个如何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吗？是这样吗？对，先会做一些测验。然后到心里的一些这个互动，而且每个人都会了解他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做调查这样。老师，我问一下，像你自己面对这么多的，就是跟你有过就是学习这个身心课程的保健课程的安永的人最小年龄层几岁，然后最大的年纪几岁？最小的年龄层，如果是以社区来讲，就是65岁以上的。哦，对，所以真的是65岁，然后最大你接触过的有最年长102岁。102岁，真的吗？因为就是社区的据点都会有长者会来一些课程上课这样。哇，所以大部分都真的就是银发族的，几乎都是阿婆、阿公、阿公，对不对？其实你要听起来，老师是很简化的去分享，不过其实这也是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课程，对不对？一定要。对，所以老师你也是经过就是比如说有心理学的课程。是。对，然后经络的课程是这样吗？有要去上一些课程的证照取得了。有很多这个证照现在在台湾是可以取得的，有这样的课程，对不对？就是你要先进入社区，你就要上延缓失能模组的培训。是。那培训完，其实，在培训的过程中，你就会了解到长者他需要的课程是什么，比如说弹力球啊、音乐打击啊，或者是艺术舒压。是。后来再结合我的这些推拿的专业，是，还有讲师职能培训跟正向心理学融入在课室里，是，就像主持人讲的，从内在的心理情绪到外在的身体结构，去促进有效的活化身心。
爱吃豆你的社区一定很受阿公阿嬷的欢迎。什么？爱吃豆听说被你胸口那，这个真的是感觉上是一套对不对？你看还有心理的、身体的推拿保健，刚刚喜长还有更多像弹力球啊，像艺术的这种东西，等于是一个很复合式的，多元的，所以很多元，所以对这个阿公阿婆来讲，他等于是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好像舒缓啊，从内到外按有给感觉，对不对？还可以了解自己身体的问题。是。老师听说你一开始是1对1，对不对？对。然后后来就发展到社区，而且是以老人家为主，就龙音尬为主。对，早上的课全部都是在据点。老师为什么会1对1，然后后来变成以社区为主、社区为主？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我的人生的前半段都是跟长辈有关系啦。因为40给阿嬷带大的，对，所以那时候就在想，因为长辈都有一些慢性问题啊，身体都衰弱了，我在想要怎么去帮助他们，于是我高中就读中信高中夜间部，白天就在新丰中医诊所学3科推拿。那来挂号的诊所的患者很多都是有慢性疲劳啊，还有肌肉酸痛啊，跟一些睡眠不足的累积。慢性疲劳、肌肉酸痛、睡眠不足，这几乎是现在的文明病对不对？然后很多，然后让你感触就很深。对啊，就想去帮助他们。哇可那时候还不一定都是老人家吧？都有一些上班族啊、民众啊。对，都有蛮多的。因为这个原因，你就觉得你应该要到社区去推广黑猫。它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因为那时候想说一次推一个帮助的人有限啊，然后那时候也听从一个老师叫宣奇整复林老师的建议去读仁德医校的调理保健科。是，因为学校是读推拿经络学的学校的学习，会去社区关怀公益服务。那在服务的过程中民众的身体都有一些前面讲的，或是改变。对，然后很多的理事长就会建议我去社区教课了。对，有个过程的这样学习。是，所以那种唐一磊真以为知道欣赏一个请跟人很热情，而且你对这件事情我的热情是指说不是热心是你对这个工作跟这个东西的推动，你真的是很有热情对，因为跟老师这样子聊天，那种大追顾会干嘛？老师对这件事情很有使命感。这是我的毕生的志业了，以照顾服务为着志业。所以你现在做了10几年，有消减按有给你请吗？还是没有？没有，因为看到很多生命的蜕变，就很有触动我的心好感人真的好棒因为台港有一底其实欣赏亚洲得在一个中医诊所里面，对不对？做一个自己专属的一个这样子按用的，就是诊疗的行为。不过欣赏会希望能够把它发展到沙体底度，然后都得喊卡抖给你，都得有接触，对不对？而且以老人家为主。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子慢慢接触，看到泰嘎身体的变换跟转变，你就会喊卡有兴趣去做按用的事情。好有趣。不过老师刚刚有讲到去还有上个时间给中医诊所里面，比如说什么慢性疲劳，对不对？对啊。身体酸痛。对啊。母一孩一直到现在，你看你现在最常听到的问题是不是也差不多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年龄层有降低吧？年龄层有明显的到这个20-30岁的年纪了。就有了，对不对？因为太高一点，比如像我好了，假设我现在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整天坐在电脑桌前面，爱用打电脑，整天下来，一天下来，黑工某蛮该干过，不过黑工你是经年累月有爱用周哈了，你就会知道过，为什么好像背部很硬对，那泰卡就会去按摩，去保养一下，可是那个保养也不一定真嘛，他就是好像泰卡就会讲你这里很硬我帮你把肌肉推开，一板你就会按用够嘛，黑毛就会讲你这里好像有淋巴结，大家要把那个结推散，我们这家糖豆就会按用你。老师，你现在遇到是不是也很多都是这样子，肩颈僵硬啊，下背痛啊，腰酸手麻的，水肿的很多尤其是打电脑的。感觉上好像老师讲的我都有，又腰酸，然后又手麻，真的会那。这些东西其实透过身心保健都是可以缓解，就是这个调理保健加上一些心理的一些促进，这样哇，真的老大家来讲下，其实有动多东西做得到老性上不过根本也特别老大家来分享一种，就是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老师会不会发现好多人你也有一些像是跟心肺功能有关的，对不对？是，像心肺功能、身心保健操吗？还是什么？
它是就是确诊后的一些心肺保健啊，因为我在一些据点乐龄啊，他们一些机构里面啊，不是只有长辈会有这些问题。我像前面讲到的年轻人、上班族、年轻人因为什么工作忙碌打拼啊，儿女教育啊，疏于照顾自己啊，就产生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睡眠的障碍。那透过这些有效的一些我们今天课程，可以作为调理保健的教学，这样太棒了。其实公案多就会老师都得示范一下嘛。你可以示范一个，比如说像心肺的保健操。可以。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先讲到我们就是中医讲的手太阴肺经啊，肺经络的穴道。好，这个穴道就是练习的话，我们可以先手叉腰。对，这个乡亲朋友吼，系讲你有看基本应该复习类听说就在天然性上向下走，对不对？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做。是啊，一起做，是。手叉腰一块手叉腰。好 ，OK。颈收，用多了绕两片，不用后哦，然后这边胸口就有个凹陷处，凹槽，好，先另外一只手摸摸看，在我们锁骨的下缘。OK， 抬高有躺进哦，锁骨那边在骨头从毛锁骨盖下一些两片在凹槽，对，抽，好，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一手呢比个4，好，你的手比个4，另外一只手比个4。垂直定点加压在锁骨下缘这个凹槽，按下去的时候去拨它，拨动它，好，轻轻拨，对。然后如果你要再强化的话，你可以手指头按压的时候，手肘往后带，这效果更好，整个胸腔筋膜给你松动。好，然后做个10下就好。好，这样子。2、3、吸，好，懂好。好，6，很好，大家起来哦，7，老师好会鼓励人哦，才随便做一下，老师懂后，做都听后，10，有就是做穴道的保健，按勇就放下，就这样就算了，这样子就左右做各做10下。哇，乡亲朋友，系讲该行有天然性上走系讲用宁静天然性上走，你可能被起到这边好像就比较放松嘞，线上还有动作改保健操会教大家先聊下，等下张总来讲。今到番伊做在绕墙度，苏先生在度节目地图，让大家来讲信心保健哈。其实大家蛮复杂的，我觉得今天上节目只是简单的分享哈，然后我们只想说比较由浅入深的，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在家里还是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伸展动作。是。可是严格讲起来，其实你的工作压力也是要调整啊，对不对？你情绪问题要调整啊，有时候内在的问题影响身体，所以也不是只有做操而已，对不对？你自己，你如果打电脑坐姿也要调整啊，哈。不过这些问题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基本来到节目里啊，都至少线上走在讲，系讲你俩下起头贵性，系讲算命，你最基本的你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嘛，对不对？上段节目你讲到嘛，改雷这边有一个穴，对，老师说叉腰，对，凹槽，对不对？然后刮，就是定点这边刮一刮，对不对？其实可以揉一揉，揉一揉。还有下一步，对不对？有。下一步，老师你请示范。对，下一个要教的是我们那个手太阴肺经的易筋经肺的呼吸法。肺呼吸是，这个要先讲到是我在13年前啊，因为工作推拿有些职业伤害啦，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到一位生命艺术学院的颜真院长教我8段锦跟易筋经的气功导引，然后我原本的酸痛啊、手麻啊都改善很多，然后体力跟精神都大大的增加。那我们肺经络呼吸法是从中府鱼门穴走到我们的大拇指少山穴。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坐姿，怎么好像武侠片哦？对，好像武侠片的台词哦。然后呢，坐姿要做好。OK。我提醒长辈，如果教长辈椅子要不可以滑动的，好，与肩同宽。其实这是可以站起来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示范，我们就坐着示范，对吗？没错。先简单开始。好。1的时候手打开吸气，鼻子吸气。哇，主持人做得很好哦。等一下，老师真的很会鼓励人。用轻片会跟我们看天时走在天然走。老师，我们再一次，好不好？好。我们观众朋友看下走来，一开始。1手打开吸气，鼻子吸气。2手心朝上翻转未来。好，肩关节胸口往上拉，吸气。头回正看前方，嘴巴吐气。
然后手心到胸口高度就要停了，然后背向前扩，吐气，啊，抱一棵大树，哇，做得很好哦，会感觉手肘这边会有点酸，好，手心下摆，沉肩坠肘，吐气，全身松，手松，腰松，腿松，对，就我们手太阴肺经的呼吸法。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特别，就是说，当老师说什么头松，然后头松，对，手松是，然后腰松，全身松，全身松。我觉得这听起来，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很奇特的立场在牵引，气场在牵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松其实是跟着心理放松，去对话。对我用音讲呢，因为线上讲OK，绕骨松手松贵性松下来，其实也不是只是你的性体松下来，因为你会觉得你整个人就松下来。真的，然后心里就会跟着也觉得好像要松下来，我就会觉得你有节目时间会觉得好像现在就差不多可以录完了，我们要好好来放松一下。这个很有用，这个就是性上拱，就是从穴道，然后进一步可以这样做嘛，对不对？好，动作经络伸展。好。他有一条动从绕改，还还没讲到，动你上班的时间，其实说你得上班，你都不怕走谁？很多我们说家庭主妇也会，就是会觉得哇背部很痛，僵硬啊，对，背部很僵硬，固定太久。2条肌肉很硬，所以老师，我们是不是也有牵拉操？有，就是背部放松的。对，因为我们有些上班族啊，对，久坐姿势前倾，对，造成前面讲的一些脚会水肿啊，是，好，下半身循环不好。我们先从上半身的筋膜先松动。还有一个，还没有抬杠会讲的乌龟颈。对，头前位。对，就会这样，因为抬杠会就是走些可能你可能会哎呦，就是很像乌龟，然后这边比较后面，然后前面，对，会比较凸。这个都是因为可能姿势不良、愁心感，是可以慢慢的稍微缓解或调整。所以老师，这个牵拉操可以怎么做？可以，好，我今天示范一下哈，我们是要站起来对吧？对，现在站起来。好，我麻烦老师帮我们站起来对吧？我也跟着一起做可以吧？好，一起来哈，慢慢来哈。好，慢慢来，所以站起来也要慢慢来。对，龙音尬。我们先站姿站好。好，然后肩关节向上、向后，然后双手往后背，食指交扣，然后食指交扣以后往下拉，再往后，吸气，头看天花板45度，头回正以后看前面，肩关节回来，嘴巴吐气松开。好，我们再做一次哦。好，肩关节先向上，这很重要，对吗？对，先上向后，会觉得胸腔有点紧，然后食指交扣往下，往后拉，头微抬45度看天花板，吸气，1、2、3、4、5，头回正看前方，全身吐气，肌肉放松。好，这就是我们的背部的牵拉。有好像背后这边比较松。对，会觉得整个筋骨给你拉开了。对，是。现在突然很想去按摩。哇，太棒了，谢谢老师强凑。所以俩是性上讲的，比如讲你系讲启动，你该背弄俩片非常的僵硬的话，也是可以。你可能大家讲到俩会，你讲的是大家好加群感，你讲文明病、文明片。这边我们今天这个福气便利贴是有个题目要问老师。好。性上强问一下，长期冲击偏头痛。对不对？浅眠，心神不宁，请问我们可以如何简单的舒缓？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运用一些手的动作，就是你自己可以在家居家保健可执行、可操作又简单的方法哈。第一个叫全压颞神啊，好，这个我们头部的筋膜怎么放松？就是我们耳朵上面叫颞叶，好，首先用手指头先去摸耳朵上面，看能不能摸到一些筋节，好，或者是阴影的地方。怎么觉得好像蛮靠近太阳穴的？那是耳朵的正上方。耳朵正上方，这整片都是颞叶。整片都是。对，然后找到颗粒以后握拳，好，这个指科，好，这个骨头这个位置哈叫指科，好，然后定点，上下动一下，有点痛对，就去拨那条筋节。可是有点痛就放松头部筋膜，会有点痛，因为可能第一次做了，那你力道就是要柔和有力，好，轻轻的。上下动就一般上课都会教做4个8拍啦，我们就上下这样动。4个8拍是不是1、2、3、4、5、6、7、8？这样子做。就这样轻轻波动的时候，把这筋膜松开以后，这个筋膜放松就会比较好入睡。就这样子做。握拳这个骨头骨头的地方不用后，不用扭片，不用耸的地方，不用后，
啊去做一些刺激按压，让这个头部的筋膜去松动。先生问一下，跟太阳穴呢？一般来讲，黑讲头拿痛不是也会按太阳穴？太阳穴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主要是以颞叶的这个。所以太阳穴是前面这个部分，黑讲颞叶就会压偏，按有做的，比如说长期的偏头痛，压黑就是舒展，对不对？松解它，松解开。浅眠，黑讲 OK。 后哟，好像很想一直按下去，好像真的蛮不错的。对，去给它松解一下。哦，你看我手放不下来哎，很想一直按，因为里面有舒缓给感觉。我们的永清朋友按的时候有按有给感觉嘛？我们过现场有讲哦，就是要用这个，对不对？对，止咳这个。止咳。对。压片，关节的地方。对，然后固定哦，固定那一条哦，不要离开，就慢慢松动。唔可以手按永影哦，对，是要压住一个定点上下动。OK， 没错没错没错。哇，好舒服哦！再来是拍打心包经，嘿吗？对，拍打心包经就是我们这个手哦，握拳。如果是对面的观众朋友哈，就是你的左手握拳，右手打直。哦。然后敲的时候从上面开始敲4下。好，老师欣赏你还可以示范敲的比较小力一点哈，黑公用键没有抖步，它可以稍微有一点力道，对不对？对。1、2、3、4，然后下面敲4下，5、6、7、8，第8下在内关穴这边，内关穴这个穴道敲。哦。对，然后就敲4个8拍。按有没有什么感觉吗？就是把心包经畅通，因为它这个经络哈就是这样走上来，去强化它的免疫系统。所以敲完会麻麻的吗？敲完会有点。看你敲的力道，一般我们敲完会有点麻麻的、酸麻麻的，这是正常的反应。OK， 对。除了用拳头敲，老师这边有工具，是不是工具也可以敲？哇，这是对，这是我们在武功秘籍的这个对青草按摩锤，社区最受欢迎的课程。等一下，这自己做的吗？对，我们是自己 DIY 做的，里面有4种的青草药。为什么闻起来暗雄？地维度有薄荷啊、香茅啊，好这些中草药去手做。欣赏摸一下，那这一支如果做完之后可以用多久？这支如果你比较潮湿的地方可以放个1、2年。哇，好棒哦！好，轻蹬一下有没有？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取代。对，取代手因为看电视时间有时间就敲，像我们这个手打直，左手打直，然后这样敲1、2、3、4、5、6、7、8。那敲的时候要有点酸酸的感觉，要有点力道，给它带进去。等一下，我弟阿公阿婆为什么这么喜欢？因为阿公阿婆如果可以拥有2记武功秘籍，阿公阿婆都不哈训练时时间，你还在训练小卡机没做得看，他家庭时其实开始做得用，对不对？草猫，老师这也可以敲，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中府云门穴。对不对？你刚刚有教我们一招嘛？对，肺经络。什么手叉腰这一招，对不对？是。然后也是可以用这个敲嘛。没错。哇，太棒了！这样敲，效果很好。那就自己去中药店卖，俩地不多想了。中药店有在卖，然后里面就是一个材料包，把它包起来，然后。等一下，中药店没有在卖这个棍子。这个可能要去，像我们乡下就自己去后山产，去砍。一家种下系讲要做嘅一家是。那转来一家轻易安用伊重肉寒肉点又卖地毒改肉跟就是比较不是真的药啦，就是像老师刚刚讲薄荷或者什么，然后包起来香茅什么的。是。哇，其实动用哎哈，因为人家这位母语是其实师兄性上讲哎，你闻起来也会有放松的感觉。有。明心安神。对，安神。对哈，所以你可能像性上搭皮性上走的体操吼，还有咋个爱用皮哈，规张意思都在表动。不用轻松下来，还有动都会交本大家先聊下，等下就再来讲。今日到放伊走在绕墙的讯性保健4号素性上来到你俩节目地图让大家的分享。我们这2段节目按用讲下来我觉得整个人有比较放松，而且跟这个苏医师苏信先生按用聊天大嘴骨给港狗，会觉得好像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多爱惜一点点，对不对？就是有时候，要不然自己身体的这些酸痛，其实也是自己制造的。
对吧？比如说你可能不在意自己的姿势啊，或者是你很努力埋首于打电脑，太忙了啦，太忙了。天某寒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也讲了很多的这些文明病。不过等下谁老高乡亲朋友，你做得咧检查一下，你去家做要哈，不论是看书，还是讲打电脑，改世界很咩嘢姿势那动标准，对不对？我说你做对了吗？检视自我坐姿。我一定是很多问题，因为像我们打田农也世界还会习惯翘脚，这很不行吧？线上就是最好不要，对不对？老师，我们要如何检视我们自己的坐姿？田西第千改用金朋友每周再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老师，第一个是坐姿避免头部前倾，一定会前倾的，这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对，你看像我们打电脑，对，而且有时候会看不清楚，有没有？我们会这样。是，对，所以老师说不可以，要正的，所以就可以像量身高一样，脖子上稍微有点量身高，根本就做不到，可能要手机每次10分钟就拎，有没有头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不要前倾，要不然就乌龟颈了。对，耳朵跟肩膀要一直线，好，就是脖子往后一点，好，这样就是很标准了。这样怎么打电脑？电脑可能要调整一下，试看看。好哟，高台架听从用，请量用音，台架用用音吗？台架自写，我还用完标准，对，做得很好，对，好听你。第二个是检视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呈现3个 L 型。好，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坐姿哦，膝盖跟大腿要呈 L 型，英文字母的 L， 好，做得很好哦。好。第二个是我们的大腿跟我们这个腰要呈第2个 L 型。好，如果你是在打电脑的话，就会有第3个 L 型，就是我们手肘这一块到这个肱骨这个手臂要呈 L 型。好，你不能这样吗？对，你不能太前面，也不能太后面。好，所以你按用音。对，就打电脑是最好的。所以你的荧幕要在这个水平面这个的位置是最好，调整一下那个荧幕的高度，会是最好。好，其实也不止上班族，我觉得学生念书也是很多久坐的、看书的啊，对不对？低头族。黑毛性上是会讲还会有水肿的问题，对不对？脚麻水肿。好，还有提上扎。第3个就是尽量不要让背部和腰间有个空隙了。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老师是要放枕吗？还是就是一个靠垫，可能要买一个人体工学去看一下那个家具的那个靠垫。可是老师，我觉得就是侧面我们很容易就像坐沙发就会这样放松。是，你知道，因为这样很累啊，这样很像在当兵，你知道吗？都种走兵，我们就会这样子，然后最好后面还有个靠枕。是，然后你就会有最好，这样不是最舒服吗？可是事实上这是很伤身体的，对吗？因为你要尽量维持一个 L 型的姿势，对，有个支撑物是最好的，有个支撑物是最好。椅子可能要买好一点，椅子要买好一点。对，好，你改用亲朋友，看你今日聊堂节目系咩？又来检查一下你自家大波下系讲上班啊，系讲打天的时间有没有做？老师，你姿势真的很标准呢。今日到线上打嘴骨，线上臭动爱对面，哇，整个都维持一个很好的体态，对不对？很挺。老师，你应该也是练习来的吧？对，我本身就是练那个呼吸法，吸气要缩小腹，练核心。所以你现在在这边接受访问，也是一直在有呼吸法，要练核心吗？核心要收住，就会自然背就会挺。腰椎很厉害，腰部的核心力量，骨盆那要撑住。好，所以你现在是怎么撑住？你现在就是缩小腹。所以你现在坐在这边，量身高，所以你现在在跟我这个聊天打嘴骨改膝肩，你是一直在缩小腹的状态。是没错。那是习惯了啦，就是练那你吃饭也这样吗？吃饭是不行的，空腹练。你就空腹的时候去练习。所以吃饭、睡觉除外，你大部分提供走谁，然后提供穷样聊天，你就会尽量缩小腹。没错。好像呼吸法吧，要练强化我们。这样怎么呼吸？就鼻子吸气就缩小腹啊，嘴巴吐气就松开啊。你记得哈，确诊后的心肺保养。肺功能要怎么强化？你吸气吸5秒以上，你横膈膜会扩大。你吐气吐得越久，横膈膜就会去挤压你的5脏6腑。可是我们一般人呼吸吐那很快啊，你要记得你要吸久一点，吐久一点，横膈膜就会刺激你的胸腔，会更好。好，所以看电视甲乡亲朋友会讲，都不怕调戏甲时间做在重新上讲的，你做在调，就是吸气吸久一点，5秒甲吸点，就是1、2、3、4，然后嘴巴吐，做得很赞。
做得很好。跟老师在一起很有成就感，因为随时都被老师夸奖。不过，俩是会动冲啦。不过，讲到俩片，其实线上你个节目界一开始是有动老台家来强调，讲到以前动冲的事情，其实心理的维护是很重要的。是，对，老师这个可以特别帮我们讲一下，或是特别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周遭啊，接受的负面情绪啊，或讯息啦，或者是新闻很多。那长期会影响到身体，影响情绪，就容易找不到出口。那透过正向心理学的去引导他去维护我们心理，让他身体能够慢慢的去更好，这样子。老师，你可以举例吗？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你觉得，就比如说他是你觉得能量很多，负能量很多，所以其实心理影响身体，所以比如说调整工作，或者是不要那么累。没错，是类似像这样嘛，或者早点睡。对，心跟身这方面就是有不一样的。那身体这方面就透过一些我们前面讲的一些经络保健啊，身体的一些伸展。但心理这一块，这个时候你也可能要从你自己的个性啊，你自己人生在选择的路，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去探索自己。比如讲，如果你知道自己急性子。那就调整自己，不要那么急。但前提是你要先知道自己急性子，觉察自己啊，先觉察，先了解一下，其实很容易改个性。老师刚刚说个性嘛，没错。然后如果是比较不好的，那我们就去做调整，对吗？对。好，很可能性上讲的是嘿。台尬讲，因为这真的会影响你整个做事的方式，也会影响你的心情、性情，好，这是心理的部分。然后我们回到就是说，因为性上俩因为动作改口腔，其实都会读杀气，那阿公阿婆穷了，不是1对1，是1对多是来的。如何跟阿公阿婆拉近距离？还是你不用，因为要看到老师就是又很会保养，很会经络按摩，又很会伸展，然后又很年轻，然后就很容易拉近距离，对不对？如何跟阿公阿婆拉近距离？我基本上都是会运用正向心理学的模式来带领的。然后因为有效学习跟最后的学期末成果输出是很重要的。是。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会让他们觉得上课是快乐的，运动是开心的。然后去带领他们去学习这样子。好，老师，你具体会怎么做？比如说记住每个人的名字。一开始这个是一定要的。这一定要。我一开始会先去做一件事情，上课的时候前，先问大家这周有没有快乐的事情发生，有什么好事情啊？有该好事情都得分享，注意了嘛，先把快乐的氛围先感染着，那大家就会觉得学习是很快乐的这样子。真的，俺们有黑公真言，按永阿婆真的会分享那一个礼拜他们轻快乐的事情，他们就是真的会讲出来说什么事情我很快乐，然后整个气氛就会很好。这个是没错，老师先分享自己的所看到的事情，去感染他们，是这样子是最好的带动。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阿公阿婆或是什么学员给你一个回馈，让你很有印象的？是，像在这个我在课程带领的过程呢，就是这个氛围，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幅？有。上课的手作压花相框啊。好，那这学员的作品。那就是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手作哈。我在上课的时候会请大家带一张照片，你觉得快乐的回忆照片，然后你带来的时候，大家分组讨论，你这个照片对你有什么意义？有的会说他70岁去浮潜，今年跟全家福出去爬山、出去玩，把这个快乐源植入到他的手作品里面。是，当他作品做完以后，他每天看到就会有正向的回馈，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阿公或阿婆的作品，这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很漂亮哎，创意很有创意。对，像这个也是很好看哎，压花相框这样子给他很特别的，这样也算是一种艺术治疗，做这样够吗？某种艺术疗愈啦，这样。艺术疗愈对不对？对。所以对欣赏来讲，亚就会你吃豆学员给你很大的回馈，你就很高兴，是这样吗？对，很感动。很感动哇！好，你看哦，这就是欣赏带来给学员阿公阿婆给作品，对不对？不过老师你自己应该也很有收获哦，这10几年下来。是，在这几年，就是因为课程的带领过程啊，也是在结业式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他们身体酸痛都缓解很多，然后督导
去年在复兴区有一个督导就跟我讲，他们今年都没有人跌倒。哦，对，就因为训练的这很重要对，训练下盘的稳定度，还有脚的肌力呀，是什么去强化他们，就很感动这样子。是，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像安永给沙体给课程，我们要在哪里取得？比如我们上网找得到吗？安永给口场社区的课程基本上我们在每个里的据点都有这个课程，是就可以去附近的里去搜寻。老师现在是在哪边？主要是在我主要是在平镇、关西跟复兴区。哈哈，所以我如果在平镇区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上网搜寻，就上苏雍鹤，脸书搜寻我就有一个身心保健职人，可以是去看一下。哇，其实铁赞的吼，今日东方与线上都在呢度节目里为了大家咧分享安从然后个口腔吼，那希望讲你家乡亲朋友今日看今日的节目，其实收获的动态，感谢线上呢度两篇，希望有机会只绕墙线上呢度两篇分享其他嘅保健操，是，感谢。好，天然下来咧，你家乡亲朋友咧做认同了。好看福喜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记得去到你嘅面书咧添赞哦，还有填入客家电视嘅 YouTube 频道，也记得留两句影片分享出去哦。